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嘞。今晡日嘅好生活单元咧，然后大家少介嘅东西，哇哦，都浪漫哦。你讲吼，个性情好介世界吼，该是一些甜甜嘅东西，性情是会变得好好嘅感觉。该就有一种甜甜嘅东西咧，吼，你讲起系巧克力。哎，讲到巧克力是会是到哇哦，当甜美又当浪漫。今晡日所以少介巧克力，不过巧克力单像按单纯甜甜哦，你还顺啥咧？少介你到苗栗、台府了只地方，许多改变做的是巧克力，又做的是改变料，也是乜嘅好蔬菜咧，使到来分享你見唔見裏邊介紹你巧克力講解建立你個富開飯先生係冇歡迎。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苗栗太府嘅阿凱，今日嚟留大家介紹苗栗太府有哪又好食又好料嘅地方。阿凱真囂神吼，有冇囂神？有冇囂神呀？唔過我看到你嘅時間，想講，哎呦，一隻巧克力講嘅建立吼，所以按囂神。係冇簡單嘅事情，一唔會啦，我同佢做10年嘅，做10年咧。哦，基本這個我們講巧克力館有研究嘅時間呀12年咧，12年吼。其實唔過講實在話吼，我問一下嘅巧克力對你來講係用嘅感覺？對我來講，當幸福咩？當幸福嘅感覺係當幸福。哦，跟你中意什麼？當中意啊，當然啦。咁你唔驚嘅是鐵道嘅巧克力會變皮係冇？其實唔會呢。其實唔會。巧克力都很好，其實哈佢熱量嘅來源哈，係同佢糖分。糖分係唔係巧克力本身，巧克力本身唔會皮，唔是煩惱。唔是煩惱係冇。跟人問你嘅心情，可以講佢唔講嘅時節，心情不美麗的時候，會想嘅是。巧克力嘛，會嘛？食巧克力也好，食比安尼小嘅熱巧克力咩好。你做埋問嘅阿凱，同埋你講阿凱按到嘅問題吼，主要是因為你自家吼在從事，唔係講做巧克力啦，是講接觸巧克力10年咧吼，所以先考試一下自己對巧克力的熱情夠不夠？你熱情有啦嘛？有嘛哈？為什麼才問這麼多？哎呀，自己好什麼？因為我可以吼，給唔會皮，給講到巧克力嘅時間吼，就這麼 smiling 按笑面吼，可見這個巧克力帶來你很大的，帶給你心態嘅快樂啦，幸福吼，快樂又加健康。而且巧克力輕體觀吼，講到巧克力就有一種好像一點點神秘，一點點高貴，一點點浪漫嘅感覺。因為一套關愛來嘅東西哈，都是有些安尼感覺啦。真勁哦！你特別講到客家種嘅時節，有冇客家炒肉啊？薑絲炒大腸啊，空肉啊，吼，講到嘅較甜嘅東西，就係拌的啊，有冇甜嘅拌的啊，或者是其他嘅東西。不過其實巧克力吼，也是我們現在大家很中醫。很喜歡的東西，冇唔錯，冇唔錯哈。所以其實今天呢，現場其實也帶了哇很多的巧克力來跟觀眾朋友來分享哈。我說等一下嘅留好過後，就得留下來嘛。佢當然睇個食講你咪分享啊。唔夠奇怪哈，就是其實可能很少人青少年的，也係我比較孤陋寡聞，就是大家睇到苗栗唔係泡文。金文產啊！你講金文產，希望就是採草莓，雜嘅吃婆誒。唔過其實也還有青島嘅人去苗栗，唔單止係金文產，唔單止係雜吃婆，哦，還這可以去你們那裡行聊聊啊，行聊聊來食來看啊。哈，不過挺難得呢，為什麼在那樣子後山後水嘅地方，突然間？有一個巧克力館，對，其實要轉到13年前，呢個莊主哈到苗栗太府一個地方哈，基本上只有一沓細沓嘅草莓田嘅，主到一莊園嘅好改變嘅，佢做先買一沓田下來哈，佢主要一片農民講，買一沓田哈，主唔是錢主本港中嘅一條作物哈去。買到嘅錢就自家屬於啦。不過吼，我一個條件，我帶朋友來做吃婆嘅時候，冇人係輸錢。做唔得輸錢，個天都唔是錢本而種嘅。係，因為佢幾多啲啊唔係青態啦，佢就用安尼嘅方式吼，本農民來耕做幾多啲啊，因為佢也冇可能自家來耕做嘛。因為有一笪地頭嗰邊，佢所以搭擺到草莓期嘅時候，佢就會來一片來帶朋友來做吃婆嘅耕嘅時候。
啊，佢搭擺來隻姊妹，就有一擺就談到一篇咧農民，然後佢講，誒，要附近吼有一笪田係苗栗縣農會嘅田，一笪田佢想要買得起，啊，阮聽我講啊，因為興趣無做來買下來，看來工作一樣嘅，啊，佢就想講啊，我本身吼有按多嘅創傷啦，其他親戚朋友也好，其他自家員工也好。佢就想開一隻安尼招待所，因為佢本身就苗栗人啦，唔過到台北打拼23年吼，佢就想講啊，無礙就來買下來做一隻安尼招待所，幫下嘅員工啦、下嘅創傷啦、下嘅親戚朋友做得來一片食啦、料啦，啊，佢就來一搭去掉下來，啊，到開發嘅過程吼，因為越做越強嘅吼，又開始種樹嘅啦，一定吼起一定建築起來。就當到過路嘅人客看到就停下來，問講要如果開放冇？剛開始佢想講啊，我冇去開放啦吼。唔過本嘅人都會佢就知道講啊，我有一隻按好嘅場所吼，啊也冇開放也一浪費啦，因為員工啦、廠商也有限嘛吼。佢就想講冇做來開放好嘅。啊，我頭家娘一開始佢就對巧克力佢本身做食品嘅。佢對巧克力有一種熱忱，佢之後講啊，台灣吼10多年前冇乜人對安尼較好的巧克力有較深比較深的認識，或是比較多的介紹，青島嘅小雞嘛吼。佢就想講啊冇台灣冇人做，來做好嘅，佢就當做去設計職業，佢就來推廣安尼巧克力。故說人家到10年前開業要提早單位做很多巧克力屋。啊，簡單來講係樣，就巧克力屋嘛。佢當時人家就開始做巧克力 DIY，味道就係講啊，本大朋友小朋友來到一個地方有一隻東西做得啊，貴家人向下做，啊對巧克力人家有做，你就會對安尼東西有感情，有感情，嘿，啊做又做帶轉去食，食了你就會知啊，原來好食嘅巧克力係安尼味道。唔過吼，糖的阿凱係冇阿凱按講吼，還會吃到很牛係沒有？做得充分的感受到吼，這阿凱吼，這個跟老闆娘的感情親厚，因為吼，每個按個每個問題吼，做得做按詳細的介紹，哇，就是也真不愧是都這邊哦，做些深眼嘅眼光哦，講眼光係較普通嘅公辦吼，真的在那邊已經是，哦，是那邊已經可能已經是你們這個。巧克力國嘅靈魂吼，可以這麼說。冇安尼講，不過做當久也有感情啊。不管對嗰邊嘅建築啦，對嗰邊人啦，對嗰邊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嘅。不過青天片嘅素材係講吼，唔知你嘅鄉親朋友聽到嘛吼？阿凱講啊，講嗰片吼，其實是按用嘅來源，按用嘅歷史。古時候在那個可以說是好山好水，你做啲按講嘛，好山好水吼，清好了嘅地方，又係客家種嘅地方，有一個。你講一個什麼人？因為佢對巧克力有熱情，有一些浪漫嘅想象，想講按好嘅東西做得小幾輩行較多嘅人哋。我講滿係吼，跟而家客家話講到按好，喺而家片了嘅時節做得講客家話。佢當然做得吼，古說大部分咧員工做客家人。真勁吼，古說去到幾片前到無看到無強嘅員工，係講真勁我講客家話，也做得按用溝通係冇。佢冇問題。係啊，而邊咁嘛按用講點嘛？你用阿唐兒講吼，這個。巧克力館的這個簡介哈，歷史講得太好了，講得太好嘞。古時候我給播出嘅時節，聽錯會行嘅調解用來看，調解用會說哇，這個阿凱哈一定一個，真嘅。唔過其實有一些親貼嘅地方。你有隻地方唔係講，我買嘅巧克力本意，我每都會存錢，唔係真嘅係按樣嘅。無強嘅地方，你們是自產自銷，自家做，自家賣，做得很講嘛，這個是你們的特色。係，因為老人家較無強嘅地方吼，一般人做進口巧克力原料來，做加工以後做來賣安尼。因就去年開始啦，去年台灣入駐。比到南米族去，到南米族去做嘛咯？去試做可可豆。哦。然後就吼，從做巧克力開始做一切整合，然後味道講，按用安尼成本較大，品質較好。一般好嘅品質嘅巧克力吼，做本也就動態廠商包下來，一般人拿唔到嘅。啊，拄好，然後台灣有人去到南米族，去嗰邊種可可樹。啊，拄好調解用認識一個調解，其實之後講啊，
既然啊由台湾人都改变中，应该唔係台灣人啊，唔做應該老爺當好品質嘅可可豆，買轉了台灣人對啊。一聽呢，因為嗰一種人不清土清嘅感覺，你喺台灣人咩係，跟你可以便宜買本來，我可以再去燒幾本行口到嘅台灣嘅平唔錯喎。一方面係價錢，一方面係品質嘅問題。一般人家買到嘅一條原料，喺度非洲那邊來嘅。非洲嘅原料啦，南美洲嘅原料吼，有一些嘅落差，加原料安尼品質有一些落差，然後味道較好嘅品質咧，古所以當台灣用做嘅3年嘅飛人機，飛到南美洲伊嗰邊去老一條農民來團去做安尼嘅方式。老一可可豆吼帶轉了台灣，一部分都給別人加工，一部分帶轉了台灣。味道講，要拿到好嘅原料來燒給本大家。按用嘅熱情真嘅係本人吃到情感同吼，因為佢唔係青菜做嘅吼，佢係真嘅係去到暗夜嘅地方，其實就像是有沒有像是去檢查一樣，去檢查品種，去真的了解自家嘅原料。當然嘅其實吼，你拿到清後嘅原料轉來做嘅口腔呢本大家說同大家來分享。不過其實有清楚嘅地方，你還是要結合一些台灣在地嘅東西，對不對？因為我們現在常常講在地文化，對不對？我們講在地嘅文化，我們要發揚我們自己在地嘅文創也好，農產也好。或者說其實條講用帶嘅原料轉來，也是真的有做很多的這個結合。冇錯，因為台灣人本身做食品嘅，佢對安尼食嘅東西當最好嚇。故所以佢一直都會想講巧克力安尼東西較用嚟講加原料做到外國，唔係到台灣生產。因為講實在，台灣一個地方吼，一種你有冇要種可可豆呀的東西，其實還是相對。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國家某種嘅東西。你看有些國家它就生產小麥，有的國家還是小麥，有的國家還是玉米，對不對？像亞洲人，我們就會有稻米，有米，哈。故說其實畢竟按有嘅東西還是國外的東西較多。冇錯，對。既然這個原料已經是國外的哈，台灣就是想台灣的水果吼，按有名，世界有名的吼，品質很好。所以唔可以留按啲水果，留巧克力去結合。吼，按用食起來嘅感覺，會較無共用。親手做本台灣人士講，雖然講巧克力我不來，不過不用當到台灣的東西落去，不用當到台灣感情落去。故說這樣開始切，台灣菜地嘅果子有哪幾樣嘅適合用到巧克力度吼？真嘅，故說咧吼，你甲鄉親朋友用乜嘅果子去做啲撈巧克力，做啲凍好嘅結下，是落去凍好是咧，想鄉親朋友先聊下，你等下陣再來分享。上段節目吼，哇，講到咧這個巧克力咧，其實許多苗栗台富兩家地方吼，這個阿凱講到吼，這個可以跟青島嘅當地的這個購子做結合嘛，對不對？故說先從只有青島，你看這個巧克力看起來非常嘅講哦，因為講像前面這個就會有不同的這個食材的結合，像這邊最清楚，這邊是吃婆對不對？你剛剛有講過嘛，這個就是吃婆其實這個跟吃婆做結合，說實話，公司菜吧，我們會講非常的驚喜，我們會講哇，怎麼可以跟吃婆做結合？會覺得說，其實，可是這是一個很棒的感覺。可是聽說有個人 say 嘅故事，係隱秘嘅兩事。我唔知，因為其實吼，泰府有地方吼，大家就知道講過年嘅時候就會插吃婆嘅。真嘅。故所以到過年前吼，大家就知道吃婆嘅安尼吃婆期喺度，1年份、2年份就結束嘅。其實唔係，吃婆期吼到4年代開始，一直到隔2年嘅3年代。其中有安尼4十年嘅時間吼，主要當大量嘅吃婆，尤其喺年後以後吃婆嘅清大量出嚟嘅時候，我大家就知道年後過年集體以後，年後就冇吃婆集嘅。其實唔係吼，所以因為安尼變到年後吃婆嘅價錢就會一直落價，落到當大嘅地方。安尼嘅話，對安尼在地嘅農民吼，佢要知道講過年以後冇人買吃婆，吃婆過身以後，價錢就唔漲嘅，佢哋生活會較辛苦嘅。故所以有一年，農民做嚟請莊主，佢做到莊主講人片按到聯合做啲想辦法，然後添少啲位吃婆嘅嘛。安尼台灣人基本上就做食品嘅咪吼，其實想講無愛來撈也吃婆嘅吼，然後佢砍瘦起來，以後我俾撈佢包巧克力，
只要注意要到3度产生安尼。系啊，按用给吃婆的巧克力，其实亲属分养哦，因为亲手给你们吃哦，真有意思诶！你吃巧克力，脑壳的低度黑。吃婆的，整颗规粒给吃婆的低度，可是它是那个干燥过，对不对？干燥过的巧克力，我说吃起来的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对，这边按讲，其实咱的酥酥、酸酸甜甜，安尼，其实巧克力哦，真的是安尼绝配。嘿，这里讲绝配哈，哎，你这里讲很 match， 真的哈，就是很轻哈的口味哈。不过其实唔单讲是按牛饮哦，其实吃婆的是饮味在。美丽泰府也就是吃婆的青豆嘛，可是不是只有这样子，你们还有其实结合像土凤梨、油毛、黑毛、土凤梨嘛，哈，压油葱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自己台湾很好的构，代表性的构子啊。不过你说那个吃婆的巧克力吼，俺还是高，不过你还讲那个土黄梨哈，土黄梨还是真的某是高。你知道用想象那些感觉哈，吃到有一些很难的熊的感觉，因为个凤梨，我们吃凤梨酥，还轻普通的一种，我们说我们已经很习惯的一种甜点。不过更多的。凤梨巧克力，哇！希望下次可以真的有机会吃到，肯定会有机会的，因为我们一直希望结合台湾在地的水果啊，购置哈，有的 T 恤做的并冇巧克力多，有的冇办法，叫嘛 T 恤加香米的啦，香米的啦，啊，天意加口米的醋，冇办法，其他巧克力结合以后哈，给。米头本巧克力阿公。嘿啊，像你亚哈做的看到个胸片，就是现场也有像这种心形的形品给有没有？哇，有个爱心形状，这个颜色看起来哈够清讲，这就是我们的玫瑰覆盆子。对嘛，这个应该也是酸甜甜的酸酸甜甜。其实哈，要多标玫瑰落去，做嘛标玫瑰。巧克力要做的时候要扣两样事情，一张可披起来米头，它要有嗅觉；听一张塞起来米头，它有味觉。所以哈，为什么要玫瑰跟覆盆子？哪里？啊，我主持人来讲讲呢。迄个讲唔知用嘅啥，佢披起來嘅時節有玫瑰嘅香味，冇錯。佢塞起來嘅時節有酸甜嘅感覺，故所佢披起來嘅塞起來嘅結下起來，冇錯，就會覺得就懂，就是很棒。冇錯，我們都希望講塞起來、披起來哈，有雙重嘅享受。故所張偉之後，要在開發巧克力嘅時候哈。P 有一張米頭，塞有一張米頭，按你張一張完整的巧克力。真嘅，還有吼，冇簡單嘅東西哦，現場還有那個牛皮糖哦，有牛皮糖。過年嘅時節有冇？大家會買個牛皮糖、牛軋糖、牛皮糖。故說你看，個巧克力還是可以做成牛皮糖哦。做牛皮糖，要有用草莓，要有用巧克力嘅牛皮糖。真嘅真好食。唔過吼，迄個愛燒嘅無香嘅巧克力吼，愛吃到吼嘅。鐵道的啦，因為吼，迄個真係有天氣吼，真係親自去一趟吼，冇香嘅巧克力都做得一網打盡嘅感覺。不過講到巧克力，你知道有一個清神期哈，我看過一個這個新聞嘅報頭，個新聞嘅報頭哈，你想看看新聞呢，做新聞呢，給買個東西，這松露巧克力，你講松露巧克力，為什麼呢？因為青島你去買嘅巧克力嘅時節，一粒嘅輕貴嘅100克、200克，也係250克，為什麼呢？因為大家講，因為青島人講，嘅松露呢，係松露。故說其實做新聞，其實松露巧克力，唔係真嘅松露巧克力，這個冇不用松露啦。嘿，呀真嘅我貼片，然後你嘅鄉親朋友嚟講一下嘅嗬，冇睇下咪誤會一點喎。哦，松露巧克力哈，其實哈，佢係講外形像松露，佢實際唔係講對方有變松露啦，也松露油變落去，唔係啦。因為佢本身哈，佢做巧克力當有一個專業術語叫甘納許，甘納許它是一種類似醬汁，就巧克力加鮮奶油哈，它做起來就叫甘納許。甘納許熟成以後把它揉成圓形的，外面再 coating 一層巧克力，它就是我們說的松露巧克力。嘿，故說其實哈，鄉親朋友佢去買嘅巧克力嘅時節，公司當用嘅按規哈，佢一粒巧克力200克，你冇買到這真正係松露做嘅巧克力，你看起來真正嘅松露。因為松露就是你給歐洲嘅國家較多，有沒有？就是那種野生嘅，我們說野生的
菌菇类的一种东西，因为它因为去清洗，因为去铁洗咧，古时候去铁皮嘅整规，吼，铁皮嘅整规，古时候去清规。不过咧，冇巴都吃到真正嘅松露、松露，吃到嘅开来清香松露嘅，也懂吼，松露靠起嚟也系一种，你知道一种很浪漫嘅香香啊，安用咪清好哦。哎，为什么讲到也特别吃到清好食哈？因为也懂到你睇嘛，也变人讲，人松露巧克力冻，因为冇松露啦，然后最来加水到，古时人安尼讲，就想到啊，我读到懂到你下大摆来做乜？嘿唔系，问题真是。嘿唔系，古时基本嘅 T P 有暗用嘅机杯，有冇透过天丝机？然后天丝机前面嘅观众朋友来讲，其实松露巧克力係看起來，係我唔知，唔係標松露咯。真正係清好食，那是另外一種無香嘅做法，也係真正清好哈。唔過我記得哈，你看我們講了暗豆嘅巧克力哈，很多雞片做得食到暗豆嘅巧克力。唔過還有一種我特別要問的，就是生巧克力。好，其實這個也是大家什麼是生巧克力？其實生嘅巧克力。大概人家看到有生巧克力做乜啊？梗有熟嘅冇，係這樣冇啦。因為生巧克力做嘛很多生巧克力，因為佢保存的時間長短，做嘛長短咯。生巧克力哈，其實巧克力加安尼鮮奶油落去，因為加鮮奶油落去有水分，所以佢保存的時間啦、保存的溫度啦，就較講究對喂。啊，生巧克力嘛提神，佢食起來佢化口性當好。你老生巧克力放到最後吼，安尼含一下吼，叫做溶體咧。真勁嘅吼。加個米拖做喺度呀，口中安尼綻放。我做啲 TV 而講嘅嗰種嘅感覺，因為我清好食巧克力吼，古時候講係生巧克力也好，也係講伊有保清都冇用其他嘅顏料也好、元素也好，我都吃到清好食。不過有一天吼，其實許多雞片泰腐雞片。雞片去撩嘅時節，其實吼哇，唔係是做得食到巧克力甜甜哦，其實雞片清醬，對不對？超毛哈，你們其實很注重，你們有很多懂清貼片嘅建築。建築，冇用嘅建築的雞片。因為啊，總演吼減體動態有12000片，有按台減體哦，都往中東都輸嘅啦。古時其他有動到嘅建築，冇用嘅建築當做冇用嘅東西，像夢想館當有巧克力啦，有 DIY 做得做，啊像啤酒館做嘅色，啊個人家自家做嘅目酒，啊個品嘗館當做各式各樣巧克力做得色，安尼。真勁哦，而且許多雞片哦，唔單止係味覺嘅享受。許多雞片哦，你看空氣清好，嘅後山後水，有暗醬嘅地方，啲雞片行行了了，也係一種視覺的享受，心靈嘅不用享受嘛。唔錯哦，雞會青島年嘛，你知道，一旦青島年嘅時節，就有一點點的氣。冬天的時候青島年，冷天的時候臭埋氣的時候青島年啦。不過一般係假日青島年，平常時來的時候哈，嗰種放鬆的嗰種感覺就較明顯，係啊，尊嚴就較少的。嘿，唔過吼，我覺得阿凱真的是很會介紹，真嘅係清嘅小嘅，唔過也證明一件事情，也係真嘅對巧克力有深度嘅了解。唔過見到而雞片啊，你看有暗醬嘅地方做得行行了了啊，冇用特色嘅建築啲雞片咧，唔過咧，其實也有很多的特色餐點係嘛？係冇唔錯。然後佢杜方啊，出得有安尼巧克力好食以外啊，然後就有幾樣嘅，像宜山島係草莓冰，好，像巧克力鍋，宜山島係草莓冰吼，喺然後就切架做冰淇淋，然後切架有做冰淇淋咯，切架做冰淇淋，啊，帶係用台灣嘅香蕉，我買做鋪滿滿嘅醋埋。真勁啊！有看到呀相片吼，唔講嘅暗台幫嘅色睇。所以睇落去都係每啥顏色啦，做得亮閃閃，咁啊神嘛，睇下色澤蜜桃安尼，因為要杜方又有巧克力啊，又有草莓啊，皮下來後跟蜜桃當好，啊到熱天嘅時候吼，然後就煮落草莓，溫做芒果。啊，熱天冇用嘅這個時令的這個購置嘛，時令購置。哦，不過起你雞片了吼，真係唔驚妒忌。唔知嘅都幾冇錯，你當到東西要好食，鹹嘅東西啊，油嘅甜嘅東西啊，哈，真的可以說這一天下來，哈，真的就是可以很滿足，會有很豐富的行程，真嘅清豐富。不過其實唔單止係暗用型哦，我特別喜歡摸一下，就是巧克力屋，是可以做什麼事情？巧克力屋，它是一個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较特别的地方嘛。对，因为巧克力有杜行吼，庆祝有做有加工的巧克力锅啦，依山岛的草莓冰啦，全部都要片。庆祝前那阵DIY 不用来片，不过做 DIY 已经太多的，先后做啦 DIY， 人为做一个空间了，不应该做 DIY。我说讲到 DIY， 就是只要去那里，是做得做 DIY 嘛。冇唔错，做得自家做巧克力，送本上的送给你。讲到呀，这心花朵朵开，给感觉有嘛？所以知道讲哇，很多给品还可以为你中医给你有没有量身定做这个很多 DIY 的这个，所以你自己不会做吗？应该是做的很熟练的，很熟练了，对不对？你做好用的，看用好的然后就做到动手嘞。其实我 TPM 嘅应该有青岛嘅爸爸妈妈都生意。嘿，这边庆祝的银行哦，差不多有60%以上哈，从他做亲子的银行，所以安尼小朋友啦，还会听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爸妈会带起来那边做巧克力啦，顺便摘吃破的啦，去多方泡温泉啦。做买卖按用讲的嘛？为什么会按用来问嘞？是因为讲许多改变，如果做在自家来做 DIY， 其实也是增加这个亲子自建的相处在一种改乐趣。所以其实 DIY 都在上同原因呢，你先聊下，等下就来看。今晡日吼，就是当饭鱼做得老乡亲朋友咧烧解吼，该食起来吼，心肝跳甜甜，心情也会动好解，口口力。不过刚好你有讲到 DIY 一件事情，其实 DIY 吼，我们知道自己动手做，是一件轻省钱的事情。不过第五给片吼，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啲，其实你的 DIY 的工厂，其实是一种非常好亲厚的亲子互动。哦，这真的是，这是为什么爸爸妈妈有没有？爸爸妈妈平常时在屋下同生意共发嘅时，生意冇去长理，不过去到鸦片的时间就会为点糖果。对，真嘅嘅。我说烟囱其实有青岛给你们那边个 DIY 的作品哦，我真的。这个是有超乎我的这个想象哦，真嘅可以请等一下，比如讲像应用像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应该就是像小朋友生日的做得去搞做的东西，冇错，要所有的东西生日就做得去搞做。真的哦，这真的轻等一下哦，或者说像这个腰果，有没有？就是可以给小朋友自己放上去。对，好，这就是眼睛。你不要跟我讲这是眉毛哦。不是，它是眼睛。其实这个都是我。俺就做 DIY 哈，南土母亲狗，南土母亲狗，里面吃到哈要歌唱青春要，对，做一本爸爸妈妈老生年有按你互动的感觉哈。其实大部分哈做到一半哈，生年就冇耐心做的，太年做了数米，太年做了老给天数老给状态以后加的按你歌唱活动都会互动的气氛。真嘅，你说你讲。乡亲朋友，你看哈，按定一下个东西，有没有攀得上哦？真的不攀得啦。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嘛，对不对？而且你看小朋友做这个，其实你有讲嘛哈，讲起来其实不一定真的很好吃。可以是，唔係講真嘅，因為有沒有這個 DIY 嘅東西，唔係講真營用嘅清厚食。不過其實這是對於青島嘅人來講，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過程，充滿回憶。哦，真的哈，姑叔，你看這個相片，我們也都得看到，哇，這都是去你們那邊可以動手 DIY，跟小朋友很開心、親團意嘅一個過程。所以其實不只是像安永嘅 DIY 哦，現場還是都得看到哈阿凱帶來青島嘅其他的一些 DIY。的一種細細的東西啊，像這個愛心啊，哇，這個也有我們這個青油苗跟黃色小鴨，也是就是青油蔥衣哈。姑叔，你看這個整個讓小朋友走起來跟帶走一個時間，個心情會輕好。有冇懂歡喜？要杜方要有一張哈，有一張很多情定巧克力哈，要的目的做講，本唔講做 DIY 的時候，唔想啊。表達的東西，做得用寫出來的方式，帶咗去送本上送嘅人，拿嚟告白啊做得。也係講你啊做得同爸爸媽媽講，爸爸媽媽嗌你係叛逆期，寫在上面，說不出口的用寫，說不出口。爸爸媽媽在考給你送本，你上面寫我現在叛逆期，有冇該看唔好嘅地方哦，像保養啊，有冇清好嘅方式？不過其實唔但像做得 DIY 聽，還有青島嘅有意思嘅東西，哇！真的很驚訝哎，有音樂會，音樂會。
因为俺的园区哈都按你蓝田充满起的时候，来一年学当到啊。庄主就会想讲，有按到人了，俺係咪攀乜嘅福通？用來一片人厝地來食、來撩、來搞 DIY 以外，還有得收穫做嚟大賺去。故說俺有一隻動態鈔票，嗰個鈔票俺順當做起一隻小舞台，啊，一隻舞台俺要搶到到在地學生嘅。俺唔係搶專業嘅人吼，故說也係一種彩體文化嘅提升嘛，同埋彩體文化也係彩體表演嘅團粹嘛，也係一種表演。本日就人有機會做到表演，本日就來一片人頭啲講啊，苗啲也要按到當優秀嘅年輕人，佢一定要當到表演嘅天分，唔過冇地方做啲表演，一定要有本地一些車馬費，咁樣佢來嘅時候要得交通費啊，邊度嚇，啊到一邊做啲發通本來嘅人頭有的音樂饗宴，來呀除得食、除得看、除得教以外，還有當到好的活動，讓他有一些好的回憶。真嘅哈，還有巧克力講座，冇錯。這樣子壓力會不會太大了？其實人家對講座哈，唔係講行動專業路線，專業路線對內部嘅教育嘅時候來做，對人下學人家對講座去做乜嘅？教人講，巧克力唔做人用嚟看，用嚟食，用嚟食，用嚟分辨，用嚟分辨，用嚟托，用嚟保存，讓你在食的時候，提供用嚟食，做得食出去清火裏頭，咁樣。真嘅，為什麼哈會按樣嘅門哈，因為哈，我知道講哦，呢幾邊嘅行行聊聊啊之後誒，可是你看又有音樂會，你看莫只會看按講嘅風景有冇哈，又要耳朵要聽音樂會，又要吃嘅烤客的有冇，還要聽講座，這個天魔還呢，唔過吼，講到講座，其實俺嘅門嘅係。真嘅，講座是一定要的。剛才是講收嘅啦，吼，唔使講壓力嘅問題，講座是一定要的。你有講，因為吼吃巧克力也係一門學問。冇錯。真的，因為吼，像我的問題是什麼？我嘅問題係嘛？我你嘛？該吃東西嘅時間，我很喜歡吃熱的東西。對。比如講喝湯啊，跟冷天啊，這吃到冇米絲嘅，有冇？跟有一些像吃乜嘅東西嘅冷天嘅，就冇米頭嘅，唔過嘿嘿，吃巧克力。也是有優良的哦，沒有錯哦，分享一下。因為人家食巧克力，一般人家會建議哈，暖樣來食。你食的時候哈，人家口腔的溫度要當重要哈，因為巧克力佢用它的溫度哈，差不多都26度左右嘅。按人的溫度哈，身體的溫度差不多都37度上下。身體的溫度，你食的冷的滾水以後，冷的滾水也冰水以後，當到年輕人當好食冰的東西。你食的冰的以後，人家口腔的溫度會降下來，降下來以後，巧克力冰落去後，還沒有被溫度融化就被唾液分解了。故所以佢上面會聞唔到。故所以人家會建議講，你食巧克力之前，食溫溫的滾水也好，冇做食溫溫的。冇米托按重嘅茶也做得，要利用中做做配合巧克力來食。嘿，先用牙口腔溫度哈，保持在一定的溫度，再來食巧克力。真嘅吼，所以古時候，糖有輕有後門吼，所以他一般會食巧克力嘅時候，等下先給我一杯溫開水，先喝一下，張總得吃巧克力。不過也係真嘅，因為有時候巧克力在冰箱拿出來嘅時間，其實很冰，對，而且很硬。對，那個會建議你稍微回溫一下，你在室溫稍微回溫一下，不用太，不用10分鐘啊，15分鐘。跟米都會很較好。真嘅，希望吼，我希講本而家200條嘅長度巧克力有冇？吼，給冰箱拿出來嘅時間清啱，也係講你在吃完這個麻辣鍋嘅時間，嘅時間一定要200條嘅冇媽咪多200條嘅長度巧克力嘅時間，真嘅係大送啊！大送真嘅係大送嘅錢，不過其實。這個去聽講座哈，貢獻嘅時間也俾做得了解到啊，其實是巧克力還係有一些嘅學問嘅。唔過哈，嘅鄉親朋友嘅壓力唔是按太啦，哈，還可以較私人嘅時間之多之後誒，我唔知嘅當輕鬆嘅餐，真嘅，嘅保存嘅時間也係，哦，其實巧克力還是要放在較適當的溫度要低一點，所以一般拆封我們都會建議放冰箱，因為台灣算是
较温度较高的，温度较高，够较湿，嘿，比较较湿，哦，对对，所以还是可以放冰箱。对，尽量还是放冰箱。可是它的保存给期限哈，无强的巧克力加保存的时间无重要。一般迄讲松露啦，也系生巧克力哦，加保存的时间差不多2礼拜天的。也像安尼夹心的巧克力哦，加保存时间要差不多1礼拜天的。不过像硬的板状这种巧克力，其保存的时间差不多3个月到半年，叫做较无相关。不过问一下，较无水准的问题啊，还讲超过保存期限，其实它是失去几个蜂蜜。不过你设计。唔会有动态问题，不过像生巧克力啦、夹心巧克力啊、松露巧克力呀3种吼，因为都有水分，有水分以后吼，它有可能会发霉。哦，时间过长就有可能发霉，呀，轻松哟，呀，生健做唔得生哈，可是真的做唔得。因为你会发现有青豆嘅巧克力，佢嘅保存嘅期限其实一重，哈哈，韩国人迄讲啊，冰冻嘅冰箱嘅时间拿出来看起来，冇乜嘅问题。嗰種唔怕，嗰種夾香米冇按香，香米冇按香。一般迄硬嘅巧克力啦、板狀啦，一般按你便利商店買嘅巧克力吼，嗰種保存嘅時間較長嘅吼，佢雖然講過去1段時間。你先拿出来看啊，皮看呢有安尼奇奇怪怪的味道嘛，因为巧克力佢同我煮冰箱的味道，故说唔冰到冰箱的时候，轻后拿一只盒的来装起来，然后佢隔绝开来，佢就看唔到有安尼味道。黑毛吼，给巧克力放在这个木腔的购置旁边，比如说像榴莲哦，有冇？结果你这个时间那个巧克力，唔系巧克力嘅味道，迄个榴莲嘅味道哦。不过其实听这个阿凯讲暗道吼，那巧克力有青豆嘅红纹哦，当然。喺基本而嘅1點鐘嘅節目嗬，講講是做啲公體嘅，而想講嘅暗沉嘅學問，有冇嘅對外國人來講係按多年有這麼幾百年幾百年留下來嘅按樣嘅一種甜點甜嘅東西，而且它其實可以延伸嘅東西係青豆嘅，而且大家想看下用巧克力去做嘅東西有幾多，有冇看雞蛋糕啊，對不對？蛋糕哈，餅乾啊，做得做。还没像披萨啊，也有做啦，磨做甜的啦、甜点啦、冰淇淋啦，变的全部都在变了。不过呀吼，不是按用1點鐘是做的公體嘅吼，唔過滿嘅東西嘿，其實不止巧克力，也不止送一團節目講到嘅青豆、青後是嘅冰淇淋哈，還有青豆，像你們有抹酒，還有7做抹酒啊。7做抹酒嘛，對，就自己釀造嘛，從嘛吼。不過這個。那你自己在那个馆内，你自家有淋吗？有啦，當然，東西來的時候一定要先試食，因為7做嘅吼，7釀造一條麥酒吼，加品質較會有起起伏伏。哦，真嘅。故所以搭品來嘅麥酒要先試食，一片麥酒嘅品質做得，喺做唔嚟再推轉去，重新做過。像相片做得看到也係青島嘅麥酒，我哋阿佢其實也做得同大家來講，這個麥酒也又好又快，很容易來分辨。其實吼麥酒吼，一般消費者看到嘅麥酒吼，有2個地方做得看佢品質好呀唔好。第一，係看佢泡，留麥酒嘅比例正確冇，也留到位人技術沒有問題啦吼。差唔多泡留安尼麥酒嘅比例吼，泡差唔多佔30%，麥酒70%，安尼真係清醬嘅黃金比例。哦，係按樣型哦，哎呀，好險，好定基本嚟講。一隻，天一隻再看佢泡熟嘅速度慢冇。越慢品質越好。哦，真嘅。冇唔錯。哇哦，嘅好險啊！好定義基本嘢按樣講，因為吼嘅見拜吼，係講有聚餐嘅時節有冇？睇下嘅到嘅乜酒嘅時節有冇？大家就想，你這技術不好，有冇嘅技？活動多，有冇？大家會知道，你看，用做唔得，你會倒嘛？倒嘅乜酒會倒到剛剛好，其實不一定，就像你講的，它也含有一定的比例。有一種黃金比例哈，按你倒出來乜酒，你食起來的時候，嘅口感哈，有一些按你稠的口感哈，它的香氣會更完整。啊，所以跟俺以前哦，每次都說，哎呀，你這技術很差，都磨破在技術啊。我說俺係愛紅人啲啲嘛，即係唔同樣嘅嘢啊，謝謝你嘅安慰哈，是噻。不過真言講樣一下子啲嘅，難怪其實大家嘅連嘅乜酒嘅時間有冇去倒，哎呦倒乜酒嘅時間一聽說有破，而且哈，剛才阿凱講到一個關鍵關鍵，係乜嘅東西，跟淋嘅時間有一些稠嘅感覺。給就是可能就靠你的品質較好，比較好的啤酒。哦，所以
真的好清脏吼，迄度安用嘅地方吼，做地湿，做地淋，做地搞，做地看风景吼，清楚嘅迄讲伊迄度几片去行行聊聊嘅时间，还做地看到按专业嘅经理吼，同伊做青岛嘅导览。唔过吼还有用嘅精彩嘅内容做地分享嘅，等下等转来。所以哈，乡亲朋友准备好吗？我出去聊吗？基本嘅，我们以做的小改好事改考克里好聊改地方，然后有汉是做的老婆行去行行聊聊改地方哈。一般人乡下去咧去，其实係一種講每好改事情，因為也係老婆行去相處改一種改港书哈，也是因为两行人说实在的，恭喜财阀哈，就是审判清某函，审判清某函给周谁给时间哦，哇，有时候时间东冲，时间东冲故说给看某时间，不过我现在也会很担心清手比如讲于台湾较细，对，刚你去到青岛给地方的时间，然后又觉得哇，青岛饮又很挤，对，然后这样又会影响给有料给性质，没有错，不过哈。也不要这么忧国忧民啦，有时间嘅时间吼，有一条嘅时间还可以清还可以出去行行聊聊。唔过吼，呀公司采访吼，给前一步嘅给身体去清朗，吼给甜食吼，哇，这个非常的冷。唔过没有关系，其实春天要来了。春天会来，跟春天来嘅时间，人家就说是花开的季节。花开的时你们的园里其实有清讲嘅樱花系冇？冇错，园区多吼，总人200万才会引发，因为头家用青蒿引发，其实稻蒿引发要开发之前吼，落尽铅华，因为老树要不要种它跌枪枪，然后整个就是树光秃秃的，然后开始盛开。他很喜欢那种瞬间绽放的那种。哎，黑知道你嘅头家娘吼，很适合去演琼瑶的戏。其实一浪漫的演啊，青浪漫嘅演哎，真嘅，故說我會知道講也是因為有按浪漫嘅演，才會有這麼浪漫的這個莊園。真嘅係按有演哦，所以其實這個你們櫻花開的時候，你們的櫻花種類有差不多3種。對，有3種啦。3種嘅研發哈，有早花吉野櫻，有台灣的山櫻，也有一般吉野櫻。佢開的時間冇長啦。早花吉野櫻差唔多1月就開嘅，一般的山櫻差唔多1月份1月初嘅時候開。一般的吉野櫻差不多3月份的時候開。嗰種按容易是1月、2月、3月都做得看得到吧？因為吼，你會講嘅，啲苗栗南種雞片其實青島，尤其是在山上，或者是像南種雞片，有沒有那種整個產業道路雞片？跟整個那個道路，你這個車子開經過，其實這兩旁全部都是櫻花。市政府有種青島嘅櫻花，嗰時候青島人會知道講，嘿講你要賞花，會看。櫻花其實去到南中苗栗雞片有青島，不是你雞片也有青島。對，有時候因為台灣的氣候，對，當然冇強用啦。不過有時候因為台灣氣候比較早熱，對，一點點係較特別。你看日本嘅問題有冇？哇，應該已經要開花了，可是因為鐵冷嘞，對，所以沒有開花。所以其實有時候櫻花還是會被騙。會，它會被氣候騙。嘿，幾巴都講哇，這個清江嘅春天會來。其實還是很冷的。不過還有一個唔夠按永影嘅，照你剛剛那樣講的話，其實你們整個可以賞花的月份是時間係青蟲嘅，所以去到那邊賞花的話，也是一件有沒有這個很浪漫、輕浪漫嘅事情哈。不論講你會吃嘅烤克里也好哈，還是要吃嘅泡嘅。番薯呀吼，你们这有跑番薯嘛，对不对？都会一天清口嘅事情吼，也係你知道講哇，做得司機的去間釀造嘅麥酒哦，也係一件很棒的事情。不過講到賞花這件事情看花呀，這件事情，你們其實也有蠻多的生態池。對不對？人家的園區哈，因為動態沒有佔地有12000坪哈，人家都挺大眾所注意在動態生態池。
啊，要个生态池做嘛很多生态池，因为佢带下会冇铺防磨奶。一般人做水池主要用防磨奶做嘛，佢会降流水。啊，做前清做前冇防磨奶的时候，要做前用来做水池的，佢用石头夹起来以后，碰嘅用卡西石头石头以后，用粘土，然后夹碰嘅，然后佢石头起。煮在灌水落去的，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做也吃的吼会引流水。其实好处，乜个好处？因为有动到微生物，微生物就会有较太小鱼小虾做在生，它就会形成一张食物链。在这个池子里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食物链。你都按你做法吼，因为要想讲每一本一搭土梯太负担，故所以要怎么做按你生态池。安样是真酷的，真嘅係真酷的。免嗌青姜嘛，你知道？啊，青姜有青豆嘅嘅中枢嘅時節，用青豆嘅防磨奶。哦，嗌真嘅係上冇了解，嗌真嘅係冇了解，為什麼中樞嘅時節要用防磨奶？你看很多的這個行道樹，你看他們種的時候，其實旁邊嘅筍條青豆嘅防磨奶把它們封死了。說實話，因為按用較好乾啲，你知道你也比較容易。不過對樹也唔好啦。真嘅，我有時候吼見過吼嘅樹嘅筍條嘅防磨奶嘅時間啊，都會笑講啊，個樹不知道可以活多久。因為真嘅，我就在想說，可能。这个防磨奶带下嘅树根哦，希望佢做得长得长一点点，可以到旁边。跳起要是吸收嘅某种嘅水分哦，希望按用去做唔得。就说这就像你刚刚讲，按用它环保、它环保。一方面环保啦，二方面係條件用實在當愛一條樹嘅啦，發動到前頭種樹一片。故所以吼，像一條上市營業會議吼見唔來。不過喺講到根本要種樹嘅吼，幾天都現狀，佢都現狀看見樹嘅樣嘅種，乜嘅國土種一個嘅樣嘅保護佢，樣嘅照顧佢，佢就想到清清楚楚，怎麼來種樹嘅，係樣。哎呦，係真見真好吼。不過吼，其實我去到苗栗啊，而係苗栗嘅人，係苗栗人，蔡天人，係對，你在那邊長大。當然。哇，那太棒了！可以真的哈，來摸一下哦，就是其實那邊應該還是周邊還有青島嘅梯房做得去。冇錯。其實吼，苗栗係當適合旅行嘅一個地方。苗栗有南莊，有三義，有太湖，有泰安。泰安做得泡溫泉，太湖雜吃鋪誒，都三義當到木雕啦、小吃啦，哈，都南莊做上加講嘅看山櫻花，看到原住民文化嘅東西。然後到太湖吼，住到三義老南莊嘅中間，故所以你做得安排當建南嘅行程，到太湖來做得去客家大院啦，到大湖酒莊，到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往北住得到南莊，往南住到三義去，可能2天1夜家庭旅吼，當建南就做安排。我哋想吼，你真經做得吼，唔單止喺啲嘅總園上班吼，你還做得做導遊吼，所以講你給他講嘅按道嘅地方，你設計有夠高。嗰當然啦，希望中嘅，希望你會知道講，哎呦，跟起你用背的有冇？會說哇，這很輕鬆，很多輕鬆。係啊，很多都10年嘅景點，油桐花那片看較正。螢火蟲去那邊看較多，然後就當清楚。古時人來一片吼，然後要人講唔對因啦，愛看就話我人講，唔用嚟行吼，去到那個有花當道，年有當少。唔愛看螢火蟲，然後要人講跟暗邊差唔多6點，唔到那片去吼，有人做得到來，那片有當到螢火蟲，然後要人講。真勁吼，因為吼講到看嘅油桐花嘅世界，其實你政府還係有規劃青島某區看嘅油桐花嘅路線，可是公司採訪當導演，而且嘅油桐花吼，嘅你講係5葉線嘛吼，係清江，不過因為吼聽到你嘅關係吼，一去吼嘅5葉線吼被踩的吼，個霧啲嘛，就。感覺上就係5葉線嘅吼，就是給用那個雪吼，用係高喺嘅霧嘅歐洲水哈，會按容易不錯。迄個你都給片，如果說你知道這個它10年的景點，10年嘅個看嘅油桐花嘅，就不會有按用嘅問題，整體沒有按用嘅問題。其實去到那邊來玩的時候，其實說實話，來公司採訪，你真的也不一定要到什麼樣特別的卡 T P 嘅地方，你就是過去看那邊，因為他們你在開車嘅時間，你就可以看到青島嘅山景。沒有錯。對，所以有時候其實感覺要係一種兜兜風嘅感覺。出來後，人心情就不用較輕鬆對
边欣赏风景啊，一边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最主要还是老不卡你相处啊，那几飞哈互动的几飞，亲最值得回忆嘛。对啊。所以说到现在哈，目前还有个什么目标吗？你们还是希望将老廖考 K 的发展都越来越。我就也有去甲生产台湾的巧克力，也希望做一张台湾自有的巧克力的品牌吼，有机会做得卖到别的国家去，将安尼台湾的老台湾水果、台湾的果子结合安尼巧克力吼，然后品质巧克力推广到全台湾，推广到别的国家去。所以其实也是有很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研究的一个。这个除了有研究的这个团队，叠度，其实也是有暗涌的使命哈。真的，所以其实现在你们那边的工作人员，这个样的一个感情、暗涌的共识，其实是很重要的。当然啦。因为感觉上这个不是一个感觉上只是为了单纯的利益或什么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是。所以你这个年纪暗黑上，就有暗涌的使命感，对吗？没有了，其实老总主要的相处久了，其实我一直老人讲，其用的目标，希望老人向下多用的长途，故说以后有到明确的方向，做得天天行的行。好，所以跟你自己嘞，去家对七家有冇个期待冇？希望做天天都有行到嘅，因为行叫普通行啊，我天家行到嘅，天天都做同好嘅。真嘅暗容嘅，你期待按简单哦。这做冇简单咧。不过其实我希望讲哈，其实暗容我一有个东西，如果说我们自己真的可以来发展的话。好，这是也不会一天轻沾掉的事情。好，就像你的前面一开始说的，这个很多东西投入之后，投入过后其实是一种感情的投入。对，现在其实已经也没有想到说，一定没有想到当时一个小小的梦想。对，是公年前一个细的梦想，也还会发展到有机会做到。有机会做到暗用的，因为这样是真的就是觉得我中意暗用的东西，有暗用的热情，我想去带转来本大家第一同大家来分享。不过呀，其实感觉上就是你会知道就是一周你就知道。你知道，就越多东西某周到，你知道那种感觉，真的对所以就会更希望它其实可以越来越让喊它抖给你。对，哎呀，希望讲你给靠给你结合我们的像吃婆也好啊，你给吐网里也好啊，其实有阴影。你去到国外的世界，给国外的朋友吃到安用的东西，也会觉得哇，真的是惊为天人，有没有？因为像一般的购置，没办法长期保存，也没办法带出去本当中印地，但是结合一条巧克力以后，较有机会，然后去带出去讲来，本外国人地讲啊，原来台湾有暗好的果子，原来台湾的果子做对做暗的加工，做对做暗的结合。这其实供应了也是一种亲后的国民外交啦。没错，也是将你给推完这个推向国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般来讲的世界，也是一种软实力。是，你讲软实力的一种精神所以呢，这个用心培育我们这个好好的个帮你给阿凯这个掌声鼓励他。好，今本日呢，其实老大家来分享的是考克力这种东西。你是讲上一是做在一些，是讲你去到去有其他的一种做在本年性情很好，你要做在拿来就是其实收藏啊，对，也是可以的。所以今本日呢，非常谢谢我们的阿凯。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非常羡慕，所以用心朋友先聊下，等下听你现场的走人头了。